婚林馆有180多台的中青食堂，县政府明年是编1亿6000万的经费要来补助。嘛讲只要社区有骹手有空间，嘛拢鼓励会当过来提出申请哦。嘛讲县内392个村里，拢会当互长辈来食到。 西里鼻头社区的中央厨房人员一透早就无用煮菜，等到10点饭菜穿好，就会用专车送到附近社区的中青食堂，要互时代食到小好脱的营养午餐。 不是每个地方它就场域有那么方便，可以建造厨房，所以披头社区的厨房刚好可以承载大概500个人份的餐，所以由披头社区来采用资源的模式来协助其他社区。 婚林县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，也毋过也有真侪偏乡地区交通无方便，为了更加照顾时代，卖当互时代增加社会参与。目前县内已经超过180搭有中青食堂，每年也编列经费1.6亿，希望互更较侪时代食了较健康。食冷的啦，食安怎无正常，这做营养的，而且拢迄个菜拢有逐工有变化呢，对这真好啦，阮里长。 服务这老人真好啦，我感觉这是做好的，这需要推广啦。长青食堂现在已经到187个长青食堂，以前呢中午大概3000人共餐，现在已经来到15000人共餐哈。那因为长青食堂也赢得我们所有长辈的一个肯定跟支持哈。那让长辈呢不只是可以社会参与，而且可以吃的营养又健康。 婚林县社会处表示，不管是山区、沿海，拢有社区希望开办中青食堂。虽然各地婚林东乡街会当添设备，但过真欠缺志工，是真好开办。县府目前的目标是全部392个村里，拢会当有中青食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